你好，老板娘，我叫水嘴，我今年23岁，我担心我佛教徒我来年定，我有3家庭会员，他们爸爸、奶奶、我妈妈几位，我可以照顾婴儿孩子，我有经验年定照顾孩子，我可以家务打扫、洗地、烫衣服、做饭。马做嘴、放袜地、抹地、扫出柜、洗厕所、洗碗、抹出工。我会做中国菜、炒面、炒米饭、炒蔬菜、咖喱鸡肉、咖喱猪肉、咖喱牛肉、ABC 蛋、菜蛋、炒鱼蛋、炒鸭蛋、炒鱼、炒皮红。我想来新加坡工作，我要钱，谢谢你，老板娘。